一博，是谁呀？一博，是我的菠萝。啊！原来是小菠萝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Murphy、Michonne、Lexa、Marina。欢迎你们，我也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几个是我的女儿 Lucrecia Carla Ramona。快起来呀！一博，不用了，我们要去陆地，再晚一点就天黑了。也是，那你们要去哪个露营地啊？我们要去高泉森林的那边。Pelate bebek kau！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你们不知道那个传说吗？什么传说？传说赛是就是这个一场场天从有两个士兵发现来的，金银财宝埋在那座森林的某个地方。他们原本想在山中结束后再挖出来，但是他们随后都死在商场上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那些宝藏在哪里。很多人想去寻宝，但都遇到一些奇怪的事。只要有人靠近宝藏，就会感到主人的威胁，没有都能够过到处乱飙的鬼。好可怕！你们觉得是真的吗？我们应该说也不相信，但是森林很多村民都想过。对呀，我也曾经看过。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去那里。真的假的啦？这个传说很邪耶。我开始觉得好可怕。不用担心了，都已经什么着了，不会有事了。可是我还曾经听过。一博，你想太多了，我们都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好吧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如果发生什么事，记得归来跟我说。好，一博再见。再见。好冷哦。把门关起来了，很累耶。我想要睡觉了。我也要睡了，快累死了。那大家快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到了吗？好可怕！我再去看看。我跟你去。快回去！怎么了？我们看到一只无头狗在附近游荡。无头狗？曾跟Ramona阿姨说的一样耶。好可怕！但是我想他没反正我们已经走了。我看我们轮流休息好了，我和菠萝先去外面收拾。好主意，谢了，晚安。晚安。
谁？是谁在那里？那里应该没有人吧？小心一点，我们快快去，坐起来。大家快起来！外面有怪东西。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看到什么了？刚刚外面有一团飞来飞去的鬼火。这也跟 Ramona 阿姨说的一样呀。好可怕！大家冷静，鬼火不会攻击我们吧？我有刚刚鬼火有检查你们吗？应该没有，我们看到就小声的爬回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应该还是安全的。对呀，既然没事，我们就继续睡吧。等一下，换你们了，我和 Murphy 快睡着了。不行不行，再让我睡一下。好吧，那话我很 Alexa 吧。哈？我也要吗？要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好像有奇怪的声音。好可怕！所以你听到了吗？好可怕！那里有人在吃鸡呢。不好了，那是他们的阿姨说的真的，我们快回去。大家过起来，我们被发现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刚刚有那个，你好可怕！你去人才跟，我们会笑。好可怕！我们现在干什么吧？我们去找 Petrona 一波帮忙吧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你上，你上。我还没睡饱呢。你再睡都醒不来了，走吧。你说的都出现了。对呀，真的有5头狗了。我有飞来飞去的鬼火。还有好可怕的声音。对呀，好可怕。我早已猜到你们会遇到的，不过你们没事就好。这里很安全，好好休息吧。好可怕！怎么了？你们很讨厌。早安，你们都睡醒了。我先来洗头汤。这些早餐都是我做的哦。
谢谢。你不呢？我住这里。你们都好了吗？昨天那些东西是真的吗？我一直说没有。对呀，真的好可怕。我好担心那些东西会跟着我回家。你那是要担心，你昨天还是睡得很好啊。哈哈，你们不要担心，真的没有恶意。虽然很可怕，可是他们不会伤害你们。对呀，我叫你们昨天应该是不小心带进包上的。原来如此，只要我们不再去打扰他们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那包藏呢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包藏？你们都是真正要的，还想回去哪里吗？不朝向包上的，不是你的东西，是不是你的？包藏是那些主人最在意的东西，什么人都抢不走的。对呀，就像睡觉是你自在你的东西，什么都不可以自己你睡觉。